你表面乜都有，但係你自己知你一啲都唔開心。你有事業、有收入、有能力，甚至可以唔需要靠個男人，經濟非常之獨立。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喺呢一段婚姻入邊，其實你好逼壓嘅。你講嘢要收住，你情緒要忍住，你成功嘅時候要低調，因為你一強，佢就好唔舒服。你開始以為，咦，我係咪太強勢得滯？所以你學識退，學識讓，甚至開始縮細自己。但結果呢，佢冇更加愛你，佢冇更加尊重你，佢反而更加冷淡你。你有冇發現呢樣嘢？你係咪外面可以掌控一切，喺事業、喺管理方面，但係返到屋企，你連情緒都唔敢表達。呢種咁嘅抑壓唔係一兩日，係幾年甚至10幾年啊！你慢慢開始懷疑自己啊，我係咪太有問題？我係咪要求太多？但係我想你記住一句說話，你唔係太強，只係你喺呢一段關係入邊唔容許你發光嘅關係入邊。一個真正撐得起你嘅男人，唔會要求你收起你嘅光芒，亦都唔會用冷淡咁去懲罰你，甚至更加唔會用面子去壓住你嘅。但係如果呢一段關係入邊要你不斷咁樣收縮自己，先至可以維持嘅，咁呢段關係，姊妹，你有冇覺得有問題？所以如果你而家喺有能力、有收入，但係長期咁樣被忽視、被抑壓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唔知應該點樣走落去嘅時候，喺留言區打3個8，我送你一份婚姻去留測試，幫你睇清楚你而家喺呢一段婚姻入邊仲可唔可以調整，定係應該重新選擇自己嘅人生呢？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。